我其实从来没想过我会读神学院，因为我觉得我年纪很大了，所以也没有想很多。觉得自己需要去神学院装备但是我自我感觉，我觉得念神学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如果再是用英文去念神学写作业的话，我觉得我可能做不来。然后我觉得，这里正好是奥神是一间中文的神学院，所以我从语言的角度来讲，我觉得，中文的可能更适合我一个神学小白开始去念神学。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，我们有一个意向，就是要在悉尼办一个独立的神学院。那我们就凭着信心，照着上帝的感动，2010年才找到2名圣牧师。那我们就可以按照澳洲神学院的要求来开课程，开学位課程，跟長老中神學院合作，他們就很好幫助我們，這樣就成立了。喺我嚟講，因為我知道我服侍嘅對象係華人，咁所以我覺得喺本地有一間華人嘅神學院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對於我學習啦，喺語言上同埋文化上係會貼切我要服侍嘅對象咯，所以我覺得奧神係我即係最想去嘅神學院嗰度讀咯。不嬲都係翻開華人教會，無論係移民之前啦，或者嚟到澳洲定居生活之後，其實一路都係翻開嘅華人教會睇嘅中文聖經。咁到當年去讀神學嘅時候，其實都覺得用英文係一個嘅平時英文係 OK 嘅，但係當你用英文去讀一本好熟悉嘅聖經嘅時候，嗰個嘅有一種嘅距離感喺度。再報讀奧神嘅時候，佢就發覺原來中文去用翻自己熟悉嘅語言去睇同一段嘅經文，或者去研讀一段經文嘅時候，嗰個領受係好唔同，比較親切好多嘅。我諗我哋嘅特色其中比較重要嘅咧，就係我哋可以用母語教學。因為喺一個外國嘅地方咧，好多時我哋都係用嗰個國家嘅語言去教育神學。但係咧，我哋用母語咧，我哋發覺到有個好處。其實好多嘅研究都話俾我哋聽，我哋用母語去學習一個新嘅知識咧，係比用一個外語咧係更加好嘅。我發覺我哋喺本土嘅神學院裏邊咧，佢哋多數都會有佢自己嘅宗派去建立佢哋嘅神學院嘅。但係奧神咧，佢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唔係係某個宗派嘅神學院，所以咧喺教導方面咧，係讓我哋神學生咧能夠係睇嘅視野比較廣闊啲。我哋嘅宗旨係要主要係培養教會嘅傳道人，着重喺一個人嘅性格嗰個培養，因為唔係話所有人入到嚟神學院，佢個性格都係好適合做個傳道人。即係呢個性格其實都係同佢哋嘅屬靈嘅生命係有關係。咁我哋盡量會培育即係同學嘅屬靈嘅生命，希望佢有一個即係屬靈生命嘅強壯嘅一個傳道人。奧神咧，我會覺得佢係一個好嚴謹自學嘅，首先係呢一部分啦，佢會俾我哋好多係喺聖經上神學方面嘅知識，幫我哋去扎根，同埋佢好強調嘅咧就係神學生佢要模造一位嘅牧者出嚟嘅時候，佢本身嘅素質。神學教育是一個需要投放相當多資源的事工。我們不單在硬件上面需要有教師、圖書館、網上平台等等，我們更需要有老師負責教學，有院牧來負責在靈性還有品格上指導學生。我們同時需要行政的同工負責日常的運作以及政府相關的規管。而奧神作為一個跨宗派的獨立神學院，我們並沒有宗派作為我們經濟上支持的後盾。而在海外，華人信徒的群體畢竟是社會上的少數，所以相比很多海外或是本地的神學院，我們的處境是相對更加不容易。但是感謝神，在過去25年，一直的感動信徒還有教會奉獻支持我們的事工，以致我們可以持續的發展。在未來，我們不單希望透過學位課程培訓更多的傳道人投入侍奉，
我们更希望透过神学证书的课程，来帮助更多的信徒领袖接受装备，以致我们可以同心兴旺福音。因此，奥神需要大家继续的在祷告和奉献上面支持我们。在未来3年，我们教学基金的奉献目标是每年100万澳元。这是用在我们教授澳洲神学大学的课程相关的开支，也是神学院最基本的运作的需要。奥神邀请您与我们一起同工，为着神的国，为着澳洲华人教会的未来摆上。